报道，基本上莫拉克风采满3年的日了。行政院重建委员会表示，要重建工作的基础建设部分已完成的90%以上。提到重建之后重新起起来的高雄小林村特别检测合格出圈，因为对小林受灾户实体赛到高雄市参纳提起之后，当地合格出圈，从头为主动的提出小林的村民买农产品，本佢哋当地的力量。就在面临期待，政府做咧发展再起产业，同时创造就业机会，本佢哋嘅想法做咧很难问题。舞台上挑战传统的舞蹈，也着3年前受到800风采影响的所在民众，当然想象和做地像安尼表演，尤其是高雄市做地讲，规个总头强强就为灭体的小林村，伫赛到高雄市3年期过后，经过大家的上网大兵，小林村又再个重新发展起来耶。住的问题解决了嘛？我们讲安居乐业嘛，哈。那其实这一次小林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。迁地重建，所以你原来的产业都没有办法马上的再去使用，好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发展自己的产业。莫拉克的风采过后，小林村洋葱盛会，新冠通道讲唔得的小林所在户，赛到高雄市3年提起，高雄市加掉少。当天居民会有无强嘅眼光来看家条，唔过家条系上体到位，因为系头3年提起嘅客家族群，和主通同小林村民天数产业重建，和同家条添促销农产品增加前源嘅热度。所以我们是很感谢这些客家朋友，那愿意接纳我们。我们其实曾经卖过3年的南瓜啊，我们其实在第1年风灾的时候就已经希望就是说，很感谢他接纳我们。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尽量的促销3年在地农产品。从事所在府心理的部分，世界展望会伫高雄县、屏东县同嘉义县也6个体系，实现发重建服务中心，用家庭方式咨询一种方式，关心所在体系的居民。家长认为，除提硬体检查以外，所在居民的心理检查更加重要。希望所有800风采的所在民众，做在伫重建过程当中重建起来，行出风采的安样。客家新闻旁进入黄子涵。